题目开始进前，咱先简单介绍韩语的资料。这个语言的使用者主要是南北韩，岛内底侵蚀的部分就是南北韩的位置。正手边这是伊的语系表，对这咱会当看出讲，韩国话甲日本日语同款，拢是家己正做一个语系。这题要探讨的是韩语的 r 甲 l， 以下是几个韩语的词类甲因的语音转注 （phonetic transcription）。루비, 길, 사람, 이름, 라디오, 물, 발, 서울, 일곱, 이발사。这是题目 A， 这题问讲 r 甲 l 是同一个音素的同位音，还是因是属于无同款的音素？就是讲因是同一间厝的兄弟姊妹，还是来自无同款的家庭。B， 这个题目问讲，这两个音敢会当找到最小变异组 （minimal pair）。C， 这题问讲，这两个音敢有互补分布的现象 （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）。D， 这题要请你分别写出这两个音会出现在什么款的语音的环境。伊这题问你讲，你若认为因两个是同一个音素的同位音，那呢，请你写出一条规律来预测讲这两个音是安怎变出来。大升的第一步，咱来找最小变异组。不过，根据观察了，会当发现讲，咱无法度找到任何的最小变异组，也就是讲呢，这两个音因的出现的语音环境呢，拢无同，所以因真有可能是属于同一个音素的同位音，就是讲因真有可能是兄弟姊妹。过来第二步，咱来检查这两个音因附近的语音的环境。我把这两个音分别用红色甲蓝色甲标示出来。观察了后，会当发现讲 ，r 这个音拢发生在母音的头前 ，l 这个音在母音的后边。不过，根据顶悬的资料来分析，咱虽然会当真清楚看出讲，这两个音确实有互补分布的情形。不过呢，咱无法度来判断讲，倒一个音才是异色的形式，因为目前为止，因分布的数量是1:1。安尼，咱就来换另外一个想法来分析这个题目。用这张表格，我换第二种的分析来归纳。r 这个主音拢出现在母音的头前 ，l 这个主音出现在母音的后边。另外，伊嘛会出现在另外一个主音的头前。用这张表格，我即马用第三种的方式来归纳，咱会发现讲 ，r 这个音会出现在音节的上界头前 ，l 这个音会出现在音节的尾啊，还是讲伫规个词的上界尾啊的位置。咱对大拄啊第二种甲第三种的分析，会当看出讲。l 伊的语音的分布环境，拢比 r 搁较济、搁较宽，所以讲 l 这个音应该是异色形式的第一人选。上尾啊，这步咱要找出这两个音因分布的规律。根据咱大拄啊第二种的分析 ，l 这个音，伊若出现伫母音的头前，伊就变成 r。若是根据大拄啊第三种的分析 ，l 这个音出现在音节的上界头前的时阵，伊就变成 r。